好，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所有的五倍券，今仔日开始开放登记。这个高雄因为疫情受伤严重的饭店，嘛来推出着加码促销的活动。特殊景观的设计加上高雅的家具，都伫清冷的眠床顶，规身躯拢真放松。今仔日开始把5倍券安怎用上优惠？像高雄豪华饭店住满3600，就够送3600，而且今仔日就会使开始体验。那其实，在数位券开始绑定呢，到10月8号5倍券可以开始使用的期间，只要是出示这个数位绑定或是预约的一个画面，在饭店也可以抢先入住这个住房专案，那可以享用等值的一个优惠。受疫情重创的观光产业，上阵一波商机拢推加码，除了豪华以外，汉来饭店推出2500加码的餐饮金，或者是上加达按2000的双人房，另外伫百货公司。周年庆拄着5倍券，到汉神奇蛋，只要提出5倍券，就会使换5000块的优惠券。提券到配合专柜消费满1万，各送2000块的商品券和200块的餐饮券。伫家己的嘉南风华酒店推大美金，只要来住宿，我们就加码赠送200元住宿金5倍送，那总共是1000元的住宿金可以直接折抵5倍券。1000块，我们就让你再多住1个晚上。等真久，总算等到开放把5倍券，大间饭店百货推出上杀的优惠，要来抢攻商机。